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讲做人，就爱讲会到，做会到，嘛就爱做会到才讲，千万唔通夸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夸，科我夸第一条，夸口的夸。台语字典解说这个夸有摇摆、激气、激使、傲慢的意思，嘛有讲大声话无实在含义。咱讲是夸口自夸。另外较文的讲法就是夸言，那是等一个人好雅，也就是夸父；讲一个人真碰风，也就是真夸张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咱同齐来看到头一个就是夸口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讲大声话，卖当讲是操蛋、分家鬼、碰风。第二个词读做夸张，意思是碰风，另外嘛有较含糊的含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有影是操蛋一世人捡甲，阿明夸口讲因兜里在地化水的天堂、占头的叮当，要超啥物代志拢会当，讲甲足夸张，有影是有卡含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夸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